遲了聽你細數你曾迷途和那理想跟前途，多麼糊塗。遲了半秒約你晚飯漫步在那海濱公園，一雙足人如同共舞。這戀愛的信徒，再一次失去愛神，連吻一次要被遺下在半途。昨日像得到，遲來無去路，給你與某人在長夜共抱，只懂得安慰或時候未到，天未亮都需要為你去耗，陪我細數和我抱抱，為何天空一個城堡，仰望卻無法捉到蓋着被鋪，仿似終得到安土，笑着投入你懷抱。我在昨日為何遲未說出心中想告訴你那些話，那份說話為何留待了他細心聽他講100遍，但已醜化，心已火化。昨日像得到，遲來無去路，給你與某人在長夜共抱，只懂得安慰或時候未到，當日或今日亦一樣殘酷，陪我細數和我抱抱，為何天空一個城堡，仰望卻無法捉到蓋着地鋪，仿似終得到安土，笑着投入你的懷抱，我會祝福你安好，快樂投入那些懷抱。Hello， 李白，哇！我講起都要鞠躬㗎，呢啲名係。我向你鞠躬睇真。係李白，你係藝名定是係真名嚟？呢個係真嘅藝名嚟嘅。哦，咁樣啊，好禪喎！你練咗幾耐啊？呢隻歌嚟呢一個舞台？練咗都有2-3個禮拜。但係你減肥減咗好耐係咪？誒，你又知嘅？我知道晒你哋啲嘢嘅，減咗本來200幾磅啊？250磅。就為咗我哋中4嘅舞台減肥，而家3眼燈。都 OK 嘅，我哋問一問評審有啲咩建議。可怡老師，我覺得前面嗰部分的確令各位評審遲疑咗俾燈嘅。其中一樣咧，我想特別指出嘅就係呢首歌因為好長嗰啲 phrasing， 所以去到最後嘅時候，其實你係唔夠氣同埋有少少唔夠力或者穩定度去 sustain。陪我細數和我抱抱，為何天空一個城堡。呢一首歌咧，確實最大嘅挑戰咧，其實喺個 verse 度嘅。如果唱得唔好嘅話咧，好易好似喺度背書咁樣啊，完全冇晒感情嘅。我覺得咧，因為你咁短時間之內去減咁多磅咧，係影響咗你嘅氣咯。但係我又覺得咧，你嘅聲音啊，你講故事嘅能力咧係有喺度，所以作為100強嘅第一次出場嘅時候，我覺得呢一盞燈咧係值得鼓勵你，同埋希望可以令到你咧發掘更多嘅可能性。多謝咁多位評審。好 ，Thank you， 李白，多謝晒。